哎，你底下都是好药，总得是茶哦，不是葱嘞。唔知你有冇感覺，我係綠茶，我未想出來啊！我用麥嘅茶來比論你，我當確定，我唔好綠茶。帮他啦！帮我一下！什么？你怎么动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谢谢谢谢。老板，那酱茶的存货除了这些之外，只剩下3箱哦。看一下你看一下。好，我再处理哈。 OK， 好。小白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出货的，还有多少没装箱这一箱装好就差不多了。 ？OK。要不是因为你一直在偷懒，我们更早就弄完。我哪有偷懒？哎，佳慧，你比较丑又可不可以来帮我搬下东西？你在说什么啊？哎，听说你最近在跳增多燕了，啊，对呀，最近在减肥，还没有用。还蛮有用的，以前跟那个一样胖，那个谁，佳慧哦。对对，叫我一样哎呀，胖你。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啊？不要跟他讲哦，我怕他难过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啊？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我还好。导演这 OK 吗？这个，先过来一下。好，两位演员，导演这边请哦。那个正题很好哈，然后那个云芝你这里，我觉得你刚刚那个穿帮摔倒的时候，没有真的撞到，那个碟也很假。然后你最后要跟他讲那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你那凝聚力不够。好，你想一下，我们再一个正题休息一下，给他正题这边请水，谢谢导演。这边先坐一下哦。副导，来，小梦，正题的衣服帮他整理一下。看一下。阿刁，慢一点。上一张，擦一下。再一个。哦。不接啊！云芝，快点啊！哦，来了。
钟。人质今度该请你。兄弟，人质啊，那这要你公费啊？嗯。喂，喂姐，我紧打电话本你用唔接喏。我跟你讲哦，你收到以前的转移哦，下摆咱阿妹的股份哪少啦？礼拜哦，我会提书了去讲，你听下现去答应俩事情。你2票对去1票，你听下咱阿妹的股份袂得害赌去。喂，姐，你有烫到冇啦？你收走以前的转移哦。稍早让你啃下转移。好啊，早点我转移歇困了。嗯。喂，家芳姐，明天，明天我不行哎。我叫你個爸，阿公係叫你。春梅，小冠。手哪有痛啦？哦，来，哎，总得咯，总得食了止痛药，总得够食的啦。还用不啊？崩溃，好啦，你两百周之间长舌头，你听我讲，小汗药，好吗？来，然后我都长温好诶，当归哦，维护卡饮落的哦。佮爸讲，你做得痛血路，舌头饮无较轻松。来，食了，以后。哎，手哪痛？哦，爱顶跳哪痛，啊就咪食了哦，肌肉放松。来，你无较好啊，跳哪么按痛。来，好啦，快点喂，以后你做得啦，以后啦，好啦，我让你说说啦，好啦，也建议咯，我再检查一下诶。你可能当年那食止痛药唔系办法呢，你见面是200的呢，
医生讲食药哦，最少禁4點鐘就做得。也有病嘅甘草唔會苦，佢曉來。唔得，俺醒唔出来。娘啊，就算你帮俺投药，俺也醒唔出来。做乜你講呢？醫生講哦，腦手術過後會有一點影響，天天呢叫佢好翻穿啊。做得了跳外強用麼？做得起出差個咁樣麼？做得本處差個小到麼？冇可能，係嗎？唔係冇可能，嘅手術安排啊，我時間。我祈求，才寫得出無量老風差個未遂。俺係做差個舒服，俺係一心嘅攞時間。我唔係按壓，好冇？唔掂哦，你盡啲我聽到唔有講法，從今邊日啊，有人行來問我當問題呢，問我嘛仲差本圖啦，10圖，我全部都唔知啊。嗱，院方冇出來，我聽書我咪唔知我用解釋。來，過後，天天呢？宋菜，日飯啊完好咧，還而來啊？你唔係忙嘅大事情，你唔係特別準備咯。哪有特別？唔係後做完個西裝褲係，應該來佢有精心啊。唔係面試，好麼？當好可以來當好帥哥呢。安心啦，大家聽咗我嘅介紹差。個潤鳳啊，當有創意。老茶個名按做醬茶，醬，當有意思。潤鳳應該大幫後生師姐，我陪看看啊。你講乜嘢啊？係我陪，要比我較好麼？我下乜嘅都有啊。唔係啊，我係好。我是希望遠方做得簽到嘅自家想要做嘅事情。我想做的事情很簡單，我只想給你一個體面又不用煩惱的生活，一個讓大家都羨慕的生活。走了3年了，這3年，我一直在想，你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？我想不通，我想不通你為什麼要把綠茶留給我。一直到最近幾天，我才想通。我今天把女兒叫回來，東西我都準備好了。我不知道這麼做對不對，但是這就是我今天我想做的事。
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今天4月1号是我们江记茶行的新茶分享会。我们江记茶行呢是30年的老品牌了，牌子老，但是货真价实。现场大家看到的全部都由江记茶行招待，希望大家能够尽兴。好，最重要的时刻来了，江记茶行最新的手造品牌酱茶，就是由我们台湾茶叶达人江双才先生呕心沥血制作的品牌，希望大家鼓励。说两句话。不说，你说，我只会做茶。江师傅很害羞哦，不过他做茶的功夫可是一流的。等一下呢，江师傅啊还会为大家示范手碾茶的制作过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大家随意哦，这边茶点都可以吃哈，不要客气。待会我们就去帮妈做那个示范茶的东西。里面还有位置，来，不要客气，来，很香啊。这里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，像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金萱乌龙茶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你看它的茶叶很特别，这样卷卷的哦，全球状，啊，它的味道也很特别。来，你看吗？很香哦。那这个呢，要慎重跟大家推荐，也要跟大家介绍的呢，就是我们江记茶行在去年夏天刚采收的哈，然后今年第一批制作出来的碰风茶，它很特别，它那个味道哦，跟一般的茶比较不一样。那所谓的这个手碾茶呢，就是经由一道又一道手碾的过程，我们把茶它内含的这个茶汁还有芳香，把它释放出来。啊，由于它是手碾的，所以每一批制作出来这个茶，它的味道都有一点点的不同，舌头稍微敏感的人还喝得出来。啊，哎，来，这边的朋友也有哦，刚泡好的碰风茶，来喝看看。哎，为什么它叫碰风茶？碰风茶它很有趣，它有一个很奇妙的制作过程，因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就有经过虫咬。那一般人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就想说虫咬的没有人要买，也没有人想卖。可是有一些人他还是就把它卖出去了，结果没想到它的味道特别，结果那价格啊越卖越高。那大家都不相信啊，怎么可能虫咬过的还会价格卖这么好？结果啊，这大家就说啊，你操单啦，你碰风啦，最后这些就叫碰风茶，是这样来的。后来有商人把这个茶送去给英国女王喝，英国女王视为珍宝，特别命名它做东方美人茶。哦，原来东方美人茶就是碰风茶哦。哦，这客人你对茶叶很有研究哈。哎呦阿妹，人家是美食记者温吉欣呢。阿姑哩咩？阿姐姐。阿姑哩。很久冇看到啦。哎呦。你好冇？你好。哎呦，你看呐，阿姐姐，一系列就全冇变啦，很强啦。冇变。阿妹，你对我熟悉啦？哎呦，记哦。我喊叫阿兄弟吗？啊，谢谢时间哦，等下后班咧坐落坐位哦，屁都袂死啊！真紧嘅啊，样，咱睇嘅妹啊。系啊，睇妹，冰棒。错了。錯。咁問題個屋下，亦係種差嘅麼？種茶係種茶，該做乜好些咧？有冇做嘅呢？冇安尼講啊，來，食點心碰茶啦，來。哎呦，冇想到咧哈。你阿下曾經做到太極茶嘅，很厲害哦。哎呦，本講到嘅吧？兩片半啊，啊。哎呦，哦，老嘅講到啊。阿姐姐啊，我話到你就早就會辦這個啊，你用慳溜啲啲咯。嗌咩啊？係最賺嘅挑揀用為呢塊茶人呢？哦，老嘅啦，你下後生人嚟聽下嘅。阿妹，你冇咁樣講，好彩啊，幾條冇講，係係一姐。不得不知，現在講誒。我就冇講笑咧，我啊係你嘅 super fans， 我係學你啊。哎呦，你係後生嘅哦，佢聽下頭講嘛，人生冇票啦。那唔對哦，今日喺道台哦，要上清楚自己做嘛事情麼？阿姐啊，該你做了醬茶係麼？該冇想到
很想会做嘅事情啊。你还酱茶，系啱贵梦因外做个事情啊。好啦，今边你看冇喊，你俩哦喊喊看看啊，我先唔好喊了哈，等下长来发。好。哦，云凤啊，老朋友哦，我好好同他照顾啊。没问题。好了，你莫喊了哈。现在制茶都是用机器制造出来的，很少用这个手工，用手来去炒茶，啊。那这样岂不是很辛苦？哎，你们现在喝的这个就是今年第一批上市的酱茶，啊，先别喝啊，先闻一下它那个清香的，啊，然后再喝，去感受一下它的那个红米，啊，怎么样？好啊啊！嘉师傅，我们拍几张照片好不好？啊，好，来，我动起来。哦，好。調間妞，雲鳳們還有茶板麼？都是做什麼？冇事情啦，跟我爸人認得到嘅，我落來調下台戲。來，有點心，你先讓我倒出去。出會啊，出會。都该做嘛该啊？吃点心咩？出去招呼客人嘛，啊！看看这有做公关跟没做公关差那么多啊。那记者说我们的新茶发表会，他明天全部都见报。真紧哦。安尼当好啊，系哦，跳家，我看今年伊个办事当好哦。还做对么？做得200分。好啦。阿姨，上清水波嘞，出门板通嘞。我会在，来。呀，不用了，反正那些人喝不出来这个山泉水跟自来水的差别。客人多你就出去吧。做唔得，检查按辛苦做出来呢。啊，你一卡咪讲啊，我用好的水，迄咪对茶站系最基本的尊重。迄个味道会好快哦，因一卡最清楚呢。曹家，还係上清水較好。假講啊，我咁啲。送菜。好嘅啦，个茶自家做出来的，当然要用山产水冲，就系最好嘅茶，系咩呢？好，赶快出来，好。阿姨，你去制水咧？嗱，放啊，我会知啦。唔夠跳㗎？唔怕啦，我去哦，當家就盡咧。唔係啲，來有點心。哦。雨春姨啊，真是对茶一窍不通。哪像是茶园里面长大的人？那是后来跟着我推广茶生活，台湾这样全省走透透，他才对茶有那么一点概念。你看。这张照片就是云芳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我跟你春姨在高雄这。
彩叔，我们回来了。你要把妈带去哪儿？你知道你妈她一直有胃病吗？这是什么节目啊？这说的胡言乱语，这个八卦在那边说的，节目能看吗？这。的体型关系走着想，你才会去交往黑人，因为你这怎么都是这些节目啊？哎呦，给做综艺节目莫按认真好么？综艺节目都这样子做的吗？效果啦！啊，笑死人的效果哎！那云子不是说要表演节目，怎么到现在还没表演？下一个啊，等下就轮到基的啦。节目马上结束了，他还没表演，还下一个？有啦，哎，你看，不是，那个裙子为什么要穿那么短呢？上音啊，流行来这，fashion 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穿少了，人家就看你这遮掩的地方啊。好啦，女孩子穿那么短，你看这屁股一翘，人家都看了穿帮了。哎呦，莫按认真好吗？还有你看那个腿这闭紧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这穿帮了，人家看到底部了，这流汗的啊，妈，来，哎，要快啲咧啊，我长一下，要后背打开来，来，你来位啊，那个已经打不开了，你换一台好。什么打不开？俺走得用呐。不要，还可以。不要了啦，再买一台新的好不好？买一台手机听啊！你现在帮我视察。香气有，头晕，做得，回甘，有，快不快？做得。阿爸阿妹，你做好咧？来酱茶嘅 logo， 爆重。好嘅啊，你看看。好唔好？哦，你亲嘛？我眼睛。在你头上啊！来，你看。你看啊，酱茶。我就想说，这个名字要用什么颜色？所以我想了2个颜色。觉得酱茶听起来很大气，对不对？就用黑色跟红色。很酱哦。那声音美好哈，款待呢。对吧？你怎么想到把这个姜茶改成酱茶的？风尘想的。爸，4月1号啊，我请了很多美食部落客跟记者来啊，你要好好的准备一下啊，发挥一下你的熟男魅力啊。老父親感情咁好啊，要嘛打算啊？
阿妹，很走事。那可能奉生也谁来当好哦？你可能去为父较做很多嘅事情，你爸咪当重视佢结婚啦。哎呦，阿妹，你好烦哦。佢嗰度台北嘅事業做樣辦？就一家嘅工作室，很做得啦。跟妹係學術嘅啊，你有想我聽佢強喺台北做事嗎？哪有可能？咁冇行用嘅啥？你老人爸菜呀！哦，你應該係老講見，不用睇自己嘅格局。等啊，老醬茶賣到全世界，哎呀個格局又來睇麼？全世界，你講到像什麼樣嘅啊？就算啦，應該沒外做。阿妹，你不覺得開始做醬茶過後，阿爸嘅記性好動盪咩？唔是小人爸爸啦。我有想做嘛事情就去，老人爸唔想討論你。阿妹，你冇出風哦，我沒動關心你哦。你安心，我聽說我買新嘅 CD player 俾你。我還沒個意思啦。不過現在人都用 iPad， 我買台 iPad 給你啦。給嘛東西？啊 ，iPad 真好用。唔是大2000哦，我給台灣做得用。你看。iPad 這麼小一台，可以放很多音樂。慢慢都沒幾家用嘿，唔是啦。啊，你來啦！你看黑色跟白色，你喜歡哪一個顏色？白色，我覺得白色適合你。媽，我做唔做係麼？伊良要捧風茶俾我，伊早就看出我係當唔食菜，要看自家當肉嘅人係麼？就係講我係一隻真好捧風嘅人係麼？東輝，係，大家從何解啊？而家係跳家拜啊義勇嘅。我去那邊拜。跳家打電接來，愛出席嘅秘書拜拜。而家會做乜嘅？呢度冇出嚟。你係跳家按喺準備嘅。跳家，起盤啦。恁兄弟阿妹基本幕後是炒咩？肯大炒翕牌機？唔講。咁係，我先給恁海帶。媽不喜歡喝茶，你就帶茶去拜她。她要把骨灰撒到大海裡，你就不理，你到底想怎樣？你打算把你媽的骨灰撒到大海嗎？我沒有說我答應，可是你要帶走媽，我也不會答應。那你打算怎麼樣做？我如果答應你，把你媽骨灰撒到大海去，你會跟我和雲之去嗎？你會嗎？不會。
知道我开完刀之后，我就没味觉了。无论我喝什么茶，味道都差不多，但闻起来就不同了。所以到后来，我只是在闻茶，而不是在喝茶。这绿茶味道特别明显，一闻就闻出来。那也许是它过程制作太简单，没底蕴、没文化、没厚度。我想你妈把绿茶留给我，她就是笑我肤浅吧，只注重表面，没内涵。爸，你完全吃不出味道吗？接近。那你是怎么样？这样子啊？是你妈的味道。喂，两边恭喜，钟春伟。每一个都这么说啊？啊，你干嘛嘅？就跟人家做茶房嘞。偏南方冇見啲動差圈，差佢直接傳到樹嗰邊下去。你講唔係差個廢鐵，佢少隻可能就佢睇慣樣係點咧？刘刚，春梅，我不是叫你不要去的吗？你为什么要去？你为什么要去？董辉，刘刚，我是叫你去拿水的吗？你为什么要让春梅去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龚先生，你先聽人快，用班老師先唔清楚。奶奶，刘刚，阿爸，我強下去散步麼？該強下去點讀好麼？我這陣子啊，一直接到老茶友的電話，說沒有喝到你做的茶，他們很不習慣。大家都很關心你啊，爸。我們去店裡走走嘛。上茶一直都在出嗎？有，當歸一直在出，可是存貨快出完了。
我開始做茶咧。阿爸，來去好冇？阿妹做緊用摸菜咧，用煮到摸上正經嘅。有時先摸聽摸妹，偏放來咧，偏放熟咧。小家梁用人御用半摸，摸困幾點鐘？睇做對啦，做啲啱啱嘅，呢啲粗而家摸上天土。講俾你度聽咧，大家有盡鬥戰中嘅聲吧。看神奇哦！難道你哋還有那個新聞？頭先本條安用，我嘛計好報你論過。因為差唔多係上台北咧。乜嘢啊？呢個比賽唔係結束了未？係啊，不過我要批假啊。好啊，那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你打算继续做酱茶吗？當然啦。阿爸，你唔想做啦？这茶一直是你妈的心血。那人都不在了，做下去有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因为妈不在了，所以我们才要继续做啊。妈一定会希望我们继续经营茶行，她不会想要看到我们现在这样这么沮丧。爸，我们要积极面对未来，这样子才对嘛。姐，我係做咧，去台北啦。兩家。咁再去有冇聽路誒？你找什么工作啊？上电视啊？这整天在那边胡言乱语的，装模作样，那不是个正当工作，你就留在家里就好了。我留在家里要幹嘛？我以後又不是要賣茶，那就唱歌啦。唱歌能唱飽嗎？你自己都養不活了，你還唱歌？爸，別這樣啊！實際一點，別說大話了。我不是說大話，是你不懂。我哪裡不懂啊？我好不容易進了總決賽，結果我媽出車禍，我就棄權回來了。你不要拿你媽說事兒。爸，沒事了，好了，沒事了。但現在事情都辦完了，我還不能回去哦。哎，你不看，你有沒有上樓準來啊？你什麼態度啊你？你說什麼話？好了，爸。你想當什麼歌星啊？你以為你才藝天張惠妹啊？我告訴你，這只有一個人。想當明星，做那個明星大夢。我來跟他說好不好？你生了你這個女兒，我怎麼了？我只是喜歡音樂。你不是那塊料。林子，媽也喜歡啊。英狗，你為什麼不讓我去？潤子，你很勇扮啊！阿妹張國信，大家都艱苦，你冇必要對阿爸安勇講話。係佢先講啊！講有咩講出安勇誒？我又不偷又不搶，你哪有咁錯？佢冇咁不義氣，不過要查了件嘢麼？唔係件呢嘅問題，梗係時機定嘛。進了總決賽都不能參加，就是錯過時機誒。但是因為我是媽出意外才退賽的，還有那麼一點點新聞效應。可是如果再不出現，誰會記得我？佢應該就冇記費咧。你那係咩嘅事？盡新聞大狀喎。唔係啱來炒，佢其實就會按用寫誒。你咪唔想啊？潤子，你就不愛去啦。我都講咧，唔係唔歡意去，係為你嗰等件嘢咩？留下來做嘛咯？留下來留阿爸做伴，了了係唔係麼？春梅，來雪茶。
姐，阿爸喏，叫老骨灰拿出来吗？叫公叫娘办吗？你就通过，用很爱变转来做嘛喏？他们答应我11点放我走，delay我也没办法啊。我已经很尽快赶回来了。不要老是把错怪到别人身上去，你可不可以长大一点啊？什么都只看到自己，这么自私。我自私，你就不自私吗？3年来你一直在逃避，不肯面对爸，不肯听妈的话，把骨灰撒到海里。你这样难道不自私吗？我自私？我帮爸妈做了多少事情？你说我自私？那是妈留下来最后的东西，你要我把妈撒到大海里去吗？就是因为那是妈留下来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更要听她的话啊！她生前我们没有听她的话，她死后我们也不能听话一次吗？你跟爸都一样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不让她自由？就是因为你们不给她自由，她才会连死后都想要离开。润子，你看，你乃是很有继续够勇气。我一定就看爱动物，不过我有梦想，我想做到。爱弟，你如果传到阿妹嘅婴儿才亲。润子，做嘛？你的阿妹就想你记吗？对耶，我有记从了这个下事。我系乜嘅事啊？不然你诶，哎，阿爸。亲爱的远方，你是一个懂强的妹耶，又乖又晓得，自细就唔是不爱笑。阿妹最记得你是世界话嚟嘅种全家福，虽然参加比赛冇得奖，不过阿妹看得到，嘅目底背度，因几无害人都笑到安欢喜哦。爱弟，看到身体为人欢喜。你自家也不懂满足，懂欢喜，不过也是懂好，也是懂悲伤的事情，因为人袂知这个欢喜，到底是唔系自家真正相爱的欢喜，是做我们自家真正好做的事情，听风声是台北。遲下，看個挑白沒睡麼？來呢？哦，好。又嘞？又。
爸，惊到了，听到骂东西诶！骂个东西啊！记小朋友那个行诶，惊到啦！用班咯。你啲阿妹唔好做差么？啊？伊已经想我离开了家庭，佢准备好我离开安妮嘞。上菜了今日就睡唔好，走咗我簽當歸嘅爸參詳一下，看要啉到會較好睡漢藥麼？윤子講，佢上個去電視台報名唱歌比賽，唔敢老講，驚不壓唔行。佢會偷嗌嘅麼？醫生同我講，我可能冇什麼未遂，我根本就冇想到會有麻煩嘢，我就一個想法，天才浪以後，嘅什麼未是什麼嘅呢？唔講就像別個人樣嘅。奶奶有病。對做茶師傅來講，心唔出來沒水，該就慘嘞。我袂拄唔掉誒，樣板唔會愛送腦瘤呢。我想喊，我上台上攞去喊出來，我嘛愛我就上個病體，我上個天公包對我較公平啲誒，我愛做得每一個小夢。笑唔出來。我愛哭啊，真經暗哭，係麼？我一點都冇想要做菜，我仲想到咁講，我唔想要做菜，每一個做菜，好嗎？我個很冤枉。為到茶行去做了做解，不去去做佢自己想做嘅事情，好嗎？啊！呢世界要極嚴極大極反的麼？什都未遂嘅事情，應該係愛美人。原來你唔好做茶。係講屍體還有靈魂，那就走在大崩倆世界去了。係講愛屍體。就讓我嘅骨灰回到海肚去。我們唔係意外，給自殺，給自殺。媽，不是自殺，不是自殺。那他為什麼要這麼寫？這是遺書啊！你什麼意思啊？你意思說是我逼死的你媽，是不是？啊？我這些年來做了什麼事，你沒看到嗎？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你們，為了這個家，為了你媽。她有一個好老公，一對好女兒，一個令人羨慕的家庭，她幹嘛要去自殺？她幹嘛要去自殺？你告訴我，你告訴我！跟着要想哎！我不管他，劉大仙是什麼？警察說是意外，他就是意外。從現在開始不要給我提這個話題了，我不要聽了，不要聽。
不可能嘛！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些事情呢，我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有什么好弄清楚？一切照旧。你要继续做茶吗？你要继续做茶吗？茶害死了吗？你还要继续吗？没有人逼死你妈，没有人逼死你妈。我逼死妈了！如果不是我做姜茶，妈就不会去自杀了。没关系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妈的死是意外，又怎么说你才明白？我就是不明白嘛！那咩自杀噶？啊？亲爱嘅院子，阿妹一直为你加油哦！啊？出赛之前去，我记听诶，记听的啊？就系你最校唱嘅街跳歌啊！你系史蒂夫汪达嘅歌啊？我系唱 Nora Jones 强用，然后你跳歌唱到情有爵士感。哦 There's a place in the sun where there's hope for everyone 阿妹后生嘅世界，未想让人穷用，去做自家想做嘅事情，去培养理想。不过拄到200个后，要天数做差，当我想做嘅事情就先不用下来咧。200佢唔行唱歌嘅条路。因为佢为小人的前途啊！不过阿妹哋，你平常要好好照顾自家，签到自家的舞台。繼續喺度扭佢嘅骨灰，喺度開賭氣，佢應該做安多，你哋就做唔到。可是听懂是吗？你嘅节目，阿姨劝酒入困。我很小气哦。去做自家想做的事情，好吗？唔系像你阿样，为着几无下的人勉强自家。爱弟，看到身体的人欢喜，你也无感觉当满足当欢喜。不过，佢系当好，咪系当伤心嘅事情咯。因为唔会知，佢嘅欢喜到底系咩一个真紧的相爱嘅欢喜。唔好个做差咧，去做一个真紧想做嘅事情啊！阿妹，真紧唔想个做差咧。我妹係因為姜茶長自殺嘅。你說，春雨，你告痛於我。我到底哪里沒有做好？他為什麼不跟我說？我到底是哪里沒有做好？他可以跟我講，他什麼都不說。你看他每天笑得這麼開心，他每天都笑得這麼開心，
是向红是装出来的吗？不是啊，他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痛苦？不高兴就讲啊，不高兴可以讲出来嘛。他想要离开，那就走啊！他跟爸离婚啊！他为什么要假装自己很开心？他就讲出来嘛！我为什么要去自杀啊？不要这样。为什么要去自杀？他不在了，我要怎么办？他不在了，我要怎么办啊？不要这样想，不要这样。如果我没有做姜茶，就不会有这件事情；如果我没有做姜茶，他就不会这么痛苦。我为什么要做姜茶？我为什么要做姜茶？芳，不是你的错。我为什么要做姜茶？他就不会死了。不是你，他就不会离开我。不是你，他就不会离开我们，他就不会离开我。哦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东贵啊，嘿，茶人交俾你啊，你係真心中意茶，你愛好好做。3點水，一家公。江家今天要分家了。这房子呢，还有茶园、存款，给你们姐妹俩平分。但先决条件是，要让当归继续在这里做茶，因为他是真心喜欢茶。你妈的意外理赔保险金，这3年来我也没动过，那就分成3份。我唔会，为什么？我唔会两条钱。因为接受了这笔钱，就等于接受妈是意外死的。你们真的认为你妈是自杀的吗？梗係咩？可不知道。怎么会不知道？日记不是写得很清楚吗？妈就是为了我们委屈自己，每天都在忍耐。我明明每天都跟他在一起，可是我却没有看见他在胃痛，我却没有看到他难过。我连妈不喜欢喝茶我都不晓得，还弄出了一个酱茶。如果我能跟你一样，在你妈最需要心灵安慰、鼓励的时候，我支持她，鼓励她。我想，你妈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难过了。这些年来，一直都是你妈在支持我。一个没有味觉的制茶师傅，逼着一个不喜欢茶叶的人每天要去帮他试茶，谁逼死了你妈？应该是我。
我一直在想，你们为什么要把绿茶留给我？我好像想通了。你呢，云子？金萱乌龙和其他茶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需要经过不断的翻搅和静置。我想妈是在鼓励我，要经得起翻搅的过程和静置的耐心。只要坚持自己的味道，等功夫到了，就一定会成功。云芳，你呢？我想不到。我想春怡她希望你能够看到自己真实的样子，就像茶叶一样，就算被重铸了，也有它的价值。那不是碰红，那是东方美人。你妈她要你接受自己。我问过我自己，如果再让你妈选择一次的话，她会不会选择我？我不知道。我希望她会。那如果说让我来选择的话，我会选择，我要好好听你妈要说的话，我会牵着她的手，带她去旅行。我把你妈想要去的地方，我做了一个笔记。我就带她走一趟。虽然她是我老婆，但她毕竟是你妈，所以我不能那么自私的把她给带走。所以今天，我要把这骨灰也分了，让你们将心中的妈，你们敬爱的妈，各自带走，好吗？我不要，我也不要，我不要分，爸爸不要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3年我都只看到我自己，我没有看到你也很难过。儿子也很伤心，
我还没有想到我要怎么做。可是我不要分骨灰，我要我们全家在一起。爸爸，我不要分开，我们不要分开。Like a long, lonely stream, I keep running towards a dream. Moving on, moving on. Like a branch on a tree, I keep reaching to be free. Moving on, moving on.担心加雨水，生命往西向前行，一直咧实施，将想每喊上天堂的秘辛，送梦丫头叫电夫人，一直咧实施。天空中给你条路，小小的带来无限希望，本爱心跳对将来，无更加有把握。天空中给你条路，小小的带来无限希望，本爱心跳对将来。更加有把握，天空中给你条路，小小的坚定爱的希望，本爱决定对将来，更加有把握，本爱决定对将来，更加有把握。